就是黑，他对人家人要是帮我都找着，人家还得要公带当中的人呢，来还等等。过了那个，那脸大了那我没让他过。对那个就是黑那个黑一个说干他呢。上周末我家去开了好多那大块，可能人家那个人好过去海呢，而且人家开好多干好多地呢，过两天就那带我的家呢，我这个干开好多怪不着我们妈妈都放着了好少，干这个连干来的一个一起干的呢。有个人我们弄的海里的，我前头那也被捏了。那是两个家伙都过了，人都这没了，过去就。是的。他归了。拿了枪干嘛？我说话下个。你来太太拿了枪干嘛？我的枪。他们别打了，我好好说。你滚蛋！滚蛋！走！他们别打了，他们别打了，他们别打了，他们别打了。你干了什么？他要打的不是，你别打。我过来了。这和他带给人家干的，他带给人家干的搞的。我这什么着急？他妈那个逼，就你有枪啊！大逼，我们是当家国防部的人啊！你拿了枪给我滚蛋！滚蛋！你不管老子揍死你！哎，那我靠，你两块了，快多少？哪家的？有什么？拿走了！妈，挖肉机开过去，把家扒着他。拿走了！我操他妈那个就你有枪是不是嘛？在那聊，现在你干嘛干的枪出来？不要开！我跟你讲是吗？我跟你讲啊，什么有枪的人不要来，要开好开，就是你一个，就是你他妈的会有吗？我开不是吧？叫他回去，叫他滚蛋！不是来拿枪的，你要不要开？要不要想谈？他打不来谈，他打不来谈，我什么打不来谈？带了枪来干嘛？带了枪干什么？我带你不是吧？你以为我带来啊？我带来吗？我就来帮我，你来干嘛？别打！别打！别打！